即係有啲數字咧，我唔係好明啊，我淨係睇到頭浪欄已經唔明啦。1.48支，即係2支都未夠啊！2.36罐咧，即係嗰罐係咪可樂嚟㗎？不過英文我又唔識啊。嗰啲小數點後嗰啲咧，即係點計咧？我其實查咗好耐字典，我查到你哋7.6罐嗰度，7.6罐嗰度係要可樂之光。我查咗好耐㗎啦。但係我哋冇呢個可樂之光呢個產品，你可唔可以轉第二樣嘢咧？而家我明啦，原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嗰度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嗰啲咧，然後一個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三項嗰啲嚟嘅，48支水330嗰個 NL 嚟嘅，36罐，即係嗰啲可能係可樂啦。我明白啦，而家。黃小姐，好大鑊啊！而家搞到全城都講緊呢個話題啊，1.48、2.36啊，大鑊啦！而家我仔再去睇精神科。